本澳致力培養複合型人才，助力多元產業發展。有學校開辦高中階段跨學科課程，引入高校同埋企業資源，聚焦大健康產業需求，並且透過技術實踐同埋研學實習，提升學生嘅能力。敬平學校同鏡湖醫院、鏡湖護理學院合作開辦高中智能健康科學與技術課程，定位係跨學科、應用導向嘅未來人才職業技術培育計劃，以人工智能賦能大健康為主線，結合前沿科技同生命健康。鏡湖醫院慈善會話，三方優勢互補，培養高端科技人才。鏡湖醫院將提供臨床醫療資源同埋智慧醫療嘅場景。護理學院發揮健康科學教學嘅經驗嘅優勢，而鏡平學校鞏固基礎教育嘅根基。三方將透過跨學科嘅互補，共同培育具備開發智慧醫療嘅能力。鏡湖醫院院長李鵬斌話：醫療事業嘅突破唔單止係靠技術，系統性嘅人才培養一樣重要。鏡湖護理學院院長尹一橋話：真實嘅專業場景同知識，有效激發學生思考，把握同規劃學習路徑。校方就話課程屬於全日制，實行普通學科加積極實習雙軌模式，透過課堂教學、科普活動、科研體驗等形式，將大健康、護理同相關專業知識融入到課程當中。呢啲機構入邊咧就可以實習，或者係可以做一啲科研工作。只要滿足咧3個學年累計400個小時嘅實習時間咧，佢哋就可以同時攞到一個職業技術嘅證書。咁佢哋咧同時都會繼續升到大學嘅。咁特別係有從事 AI 加大健康方面嘅行業咯。澳門嘅學制咧就係升大學比較容易，但係學生咧就好迷茫嘅，佢就唔知邊類型嘅專業更加好。咁咧如果係屬於早啲俾佢哋知道澳門1+4呢種產業咧，即係等佢哋更加清晰啲，以後讀大學。課程將會喺新學年開辦，計劃招生20至25人。學校將會通過家長會開展宣傳，後續將拓展更多新型職技課程。澳廣視記者姚兵報道。